啊，那澎湖这场的说明会是渔民起价适伊适度，这是有关南方四岛的说明会。海关处想要来设立到生态景观区，下摆游客都爱申请，当时有专业的领队来带队才会当入来。啊，保护生态，嘛当为在地人创造就业的机会。但是当地渔民认为，海关处只会向画大饼，嘛惊因掠鱼的权利会去互限制，所以是起价呢适伊并道。现场表达不满，直接。甲伊也拼去，才一点仔去讲着会议主持人，岛仔嘛拢被变甲东倒西歪。这是伫澎湖东街岛举行的关南方四岛生态景观区的说明会。真的，他如果南方四岛整个成立之后，大家都不用生活，整个澎湖人都不用生活。最后，情绪激动的居民总算被人带开去，希望伊冷静一下。会这尔受气，是因为依照规划，澎湖南方四岛联动周边海域，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拍算成立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来好好保护，但是居民担心会影响到因的掠鱼权，嘛认为海关处的计划只是画大饼。如今你们海关处只能制造20吨的水哦。供自己跟老百姓都不足的，何况你是要供未来的游客？这个案子是很单纯的，对当地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好，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清楚，就以为说是原来那个禁渔区的案的延续。海关处澄清提出的是旅游计划，当帮助当地人就业，但是长期以来相关护信的基础无够，正做个人讲个人的话，并着抗议，嘛互说明会主题失去焦点。海关处表示，后续也阁有说明会，会持续甲当地居民沟通协调。